乐乐，你是安怎？太看起来心情无介好。我今天玩球的时候，不小心把我的好朋友星星的水杯打破了。啊，后来嘞？他很生气地问我，是不是我踢的球？我实在太紧张了，不敢承认。他马上说，我明明就看到是你，然后就不理我了。啊，你无去甲讲好清楚哦。我原本有点后悔，想跟他说其实是我踢的啦，但是又有点不敢。星星会不会永远都不理我了？乐乐，你先莫哭，啊无阿好姐姐来讲故事给你听，好不？我来讲格里佛游记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格里佛，阮阿爸是一位行船人。自细汉，我就对着伊学真济海上的专业知识。大汉了后，我正做一位船医。我的梦想就是想要去真济无同款的国家旅行，交新的朋友，而且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阮就是 hero， 做伙去探路。奇怪，那这是水走去吧？系啊！船底破一空，我要沉落去大海啊！救人哦！救人哦！救人哦！阿巧，这到底是啥物啊？它会生做遮大丛？哦，册顶悬有讲过，这是一种大汉怪，就是足大丛的人，因的体型差不多是咱的1000倍，参像大肚龟、大胃王。听讲咱全国的人一顿饭加起来量，拢无够伊食哦。啥物？我一顿会当食6碗饭呢，伫咱国家已经算是足够食的呢。而且伊困的时阵，爱用1200顶凌晨甲伊铺做伙，才有够伊困的。伊若是躺赤脚，安怎？有臭脚烧味。啊，足恐怖的吼！那安尼吼，绝对袂当互伊烫赤脚哦。所以咱即马爱先甲伊绑起来。高水的免惊，我保护你，因为我是咱小人国第1名的武士呢。奇怪，这是倒位啊？我哪会袂顶袂当？我去用绑起来哦。这是啥物物件？哪会这么细粒子？重要的啊！手！高水，你有要紧无？敢若小可流血啊！你哪会当伤害滚古水的啊？哇，你会晓讲话哦，足识派呢！你莫过来看我的天井头。哎呦，什么物件安尼插插，敢若叫蠓仔叮着呢？你免惊啦，我袂伤害你。刷落来是下井。莫甲我写啦，莫甲我写，我也无做啥物歹代志啊，紧甲我放开哦，无我要生气啊！女王教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安怎恁拢伫遮？尊贵的女王，我拄则伫咧海边仔的时阵，看到这个足大丛的人。册顶悬有讲，因是一种大汉怪，听讲足危险的，所以阮三个就决定甲伊绑起来。想袂到，伊竟然想要反抗，佮想要伤害古水的。我无。大胆，阿姑，甲伊关起来。不过女王，咱无遐尼大的人啊。莫甲我关起来啦！我到底爱安怎讲，恁才会相信？我真正无歹意。这是啥物状况？大家说字。歹势，是我。原来你卖巴肚枵哦。当然啦，只要是人，拢嘛需要食物件，而且自从我伫海上漂流了后，我就拢无食物件呢。原来是安尼，是讲你到底是啥？是安怎会来到阮的国家？女王，我号做格雷佛，
我是对爱尔兰来的，不过我伫出海的过程中船歹去啊，我就沉落去大海，醒过来了后，我就伫遮，我搁去互绑起来。爱尔兰，遐是倒位啊？敢有好耍好食的物件？有啊，遐个胖，也搁有马铃薯，拢做好食的哦。而且阮会跳一种叫做卡达舞的舞蹈，踢踏舞。阿巧，伊敢若毋是歹人的款。恁哪会当2、3句就相信伊啊？嘿，格咧混，那安尼你计会晓做啥物？我会晓讲真济我去旅行的故事，互恁听。而且我力头真饱哦，我会当一只手，就甲恁所有的人拢抓起来。那呢，我要甲你压手棒。好啊，安尼我用一支钟头啊让你。既然你遮有力，只要你愿意替阮做事，而且保证袂伤害阮的国家，安尼我就甲你放开。没问题。真好真好！格咧虎，你的外国名真歹念呢。你生甲遮悬，无就叫你乐开的。会使啊。要安怎？大家拢伤过好心吗？像伊这种看起来足恐怖的，一定足危险的啊！哪会当2、3句就相信伊？啊，我看我也是较细致的，甲伊看好调。啊！你拄着大乌熊，啊要安怎？我就假啊困去啊，倒伫咧涂骹，结果伊就行过来，用鼻啊一直甲我鼻。过来咧！过来吼。高水诶，你敢要带我去海边啊无？等一下啦，我要先甲伊的故事听完。最近高水诶，大家拢去找迄个乐开的，到底是有甲我当做朋友无啊？第100盘。足厉害的！伫小人国头一摆拄着比我搁较好食的人。头家，搁来1盘。搁安尼落去，阮的物件就会互伊食了了啊！高水诶，铁牛，恁先甲这只的石头搬落去。天气真烧热，拢无开力啊！我来斗相共。嘿。多谢。恁搁直接开讲，乐开，我毋是叫你负责当面的唱。哦，我拢处理好势啊，不过爱等红毛头搭。阿巧，你是毋是伤忝啊？乐开，家在有你，咱的厝才会使起遮紧。又搁是乐开，哼！高水诶，铁牛，恁到底是伫咧倒位啊？找1点钟啊，拢找无人，哪会遮歹找啊？乐开，你敢有看到伊？紧偷偷甲我讲。我袂当讲啦。啊，好啦。高水诶，铁牛，我认输。噔噔。奖奖，好家在乐开讲吼，下当米食，最好耍的，搁耍1摆。好啊，搁耍1摆。我无爱。乐开，恁着甲乐开做好朋友就好啊。哼，我无爱甲恁耍啊。小小的身躯，小小的手，举落去看到我的朋友。小小的身躯，小小的手，因为这是小人国的厝。来跳舞，细粒子的舞步嘛袂输。来跳舞，乐卡的做伙才有意思。好大啦！好到，咱的厝总算是起好啊！乐开的，你的功劳上大。若是无乐开，我唔知影搁要开偌济时间吼。无啦，嘛是爱大家做伙拍拼啊。乐开诶，
为喙合喙拢是乐开的，遐个代志对伊来讲足轻松又好无？拜托一下，上伟大应该是小人国的国民才对，搁替伊开 party， 我才无要去。那开哪用用烧到遮严啦？水咧，水咧。阿巧咧？阿巧讲伊有代志，爱较晚才会来。是哦。我原底想讲，等大家拢到啊，要甲恁讲，我问阿仔，就要离开遮，继续我的旅行啊。你要离开？回小厝啊！回小厝啊！哪安尼？放心，交我。嘿。来英子，安尼会愈烧愈严。袂使，不要紧，我还有第二步。嘿，乐开，拢什么时阵啊？你搁伫遐跳来跳去？大家，先看嘞。呀哈！会滑去啊！大家拢无受伤哦。女王噶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安尼吵吵闹闹。报告女王，拄只火烧厝啊！火烧？我新生仔厝太凶火烧。拄只阮咧开 party， 结果阿巧一入来，什么我一入来就安怎？我看是乐开无介意这个所在，才甲厝烧掉。阿巧，绝对无可能是乐开啦！伊对每一个人拢遮尔好。你甲伊嘛无熟识偌久，你哪会知？阿巧，你明明甲乐开也是好朋友，为虾米要讲是伊做啊？你也无法度证明啊！我敢讲，我就毋是你的好朋友。好啊，你莫阁吵。报告女王，是我的毋好。拄则我甲火把放伫外口，可能是袂记哩啊。火把倒啊，才会火烧厝，是我毋对。敢真是安尼？是。好，既然安尼，你已经反背咱一开始的决定，明仔就甲我离开咱的国家。真正足歹势，多谢女王。乐开的，我足伤心的。就算火烧是因为你嘛毋是超工的啊。多谢你，高水的，我要上来哦。阿巧无来哦。伊对你遮尔歹，莫甲插。袂啊，我感觉伊人真好呢，伊拢会讲小人国真济故事，互我知。若无，咱做伙去找伊。嘿。乐开，阿巧，你总算来啊！我就是永远拢见袂着你啊！为什么你要讲火是你放的啊？我知影，其实毋是你啦。你哪会知影？因为火烧是因为我啦。我原底咧起火，结果火就愈烧愈旺。我平常时做代志拢真细致、真认真，想袂到即摆出代志，一时啊阁毋敢承认，就拖你落水啊！我迄阵只是想讲吼，互恁莫阁继续冤家落去啊！而且我真正感觉讲，有可能是因为我甲火把放伫外口，才会火烧啊！你为什么人安遮尔好啊？你敢知影？其实我真怨妒你的。原底我是小人国内底上巧的人，结果你来了后，大家目睭内就拢只有你啊！连古锥的、甲铁牛，拢只想要甲你耍，所以我就感觉足伤心的、足生气的。但是我知影即摆是我毋对，甚至我差一点仔害大家受伤，所以我会去甲女王讲好清楚。是的啦，乐开的。阿巧，无代志，你莫阁怪家己啊！我原底就决定讲，即几工我就要离开。袂因此，我袂当安尼害恁红国花。也毋过，女王噶，恁拄则讲的话，我拢听到啊。阿巧，
你的头脑真巧，嘛真甲我斗相共。也毋过，人总是有做毋对代志的时阵，会当勇敢承认，才是真正上巧的人哦。是女王。葛丽芬，我知影你想要保护朋友的心情，想要替伊打，也毋过会当陪伴阿巧面对错误，才是真正的好朋友。是女王。恁两个吼，拢有做毋对代志，应该受到处罚。毋过我欣赏恁讲老实话的态度，所以我决定原谅恁。葛丽芬，你敢愿意继续留伫阮的国家？感谢女王。毋过我恐惊伊袂当答应。啊？为什么？敢讲你无愿意原谅我？毋是安尼，毋是安尼。阿巧，我已经离开我的故乡几啊个月啊，即阵我嘛应该转去啊。嘛是，恁岛的人一定拢足想你的，也毋过落开的，你敢阁会转来找阮？一定会，因为恁拢是我上特别的朋友。后来，葛丽芬甲小人国的朋友讲再会，上船了后，就返去伊的故乡啊。幸好最后格列佛跟阿巧和好，又可以重新当好朋友了。是啊，有时阵甲朋友可能会有一寡冲突甲误会，不过只要真心悔失的，相信对方一定当体谅的。谢谢阿虎姐姐，虽然道歉这件事情真的很难，但是我不想失去星星这个朋友。我明天会好好跟星星道歉的。乐乐，你真赞呢！希望恁赶紧和好。接落来，我和乐乐来教大家故事内底的台语词：小个子、细粒子、细粒子、高个子、乐开、乐开、脚臭味、草卡小味、草卡小味、比腕力、阿手把、阿手把、探路、探路。探路。大家敢拢学会晓啊？咱赶紧来听好听的歌曲。小小的身躯，小小的手，举落去看到我的朋友。小小的身躯，小小的手，因为这是小人国的厝。来来来，来跳舞，细粒子的舞步嘛袂输。来来来。来跳舞，乐卡的做伙才有意思。小小的身躯，小小的手，举落去看到我的朋友。小小的身躯，小小的手，因为这是小人国的厝。来来来，来跳舞，细粒子的舞步嘛袂输。来来来，来跳舞，乐卡的做伙才有意思。《格列佛游记》是一本爱尔兰作家所写的小说，是咧讲格列佛这位军医伫全世界四界旅行的故事。伊毋但去过小人国，也有去过大汉怪国家，甚至是铺伫空中的王国。大家想要知影格列佛佮拄着啥物趣味的代志无？有机会去图书馆会当找《格列佛游记》这本册来看卖哦。